平安，平安，我说平安。嘿，平安。等一下，好，时间已经到了吼，咱先来祈祷。主必听台湾的天父，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透过网络来组织。今日要来查考出埃及记13章，伫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出埃及了后，一寡记载安怎受到你的保守、你的引带，阮也要接续来伫因开始行即个出埃及记的即个路程来去看到主你的恩典。也讲着主你甲阮三个弟弟，也特别伫阮教会建堂的事工顶悬，阮也看见主你借光带路，亲像你过去带以色列人共款。虽然毋知影头前会安怎，但是有主你的光条、你的云条伫咧带领保守。看着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弟弟，阮今仔日会当对经文的中间来领受，来得到帮赞。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今仔要甲大家三甲讲13章啦吼。13章的经文是伫因出埃及了后的代志吼。伫即内底有一个咱咧讲路线。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即个所在出去了后，若照讲吼，即个上紧嘛，咱知影吼，这上直的路线。但是上帝无带因对遮行，颠倒带因对遮到伫西奈山来敬拜上帝，然后了后才对遮去，毋是个直直去哦，佮对遮踅到对这东边起来，到伫死海的顶头，才对即个所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才来入去迦南地吼。即内底有一段即个记载为什么对遮去？圣经有一寡讲法看法啦吼。当然咱会当用更较快的角度来去思考吼，来去思考到底是安怎上帝安尼对即个无共款的路线来带领以色列人。好，十个灾难中间，咱也知影就是讲伊伫咧讲着伫灾难的中间，上帝安怎来带领来保守因吼。13章开始就开始讲着因开始要进入旷野的生活。当然，即内底咱阁会继续看见伫14章，阁看到即个因所拄着的代志，阁挂着过红海的记载，这后壁会阁去讲着啦吼。咱开始讲，因开始出发了后的路程。12章讲到10个灾难，上帝安怎来保守吼？咱讲第10个灾难，太大囝的灾难了后，法老王甲这无迄概念吼，甲埃及人啦吼，马上来赶以色列人吼。以色列人受到上帝保守，所以开始有两个即个节期吼，就是搬过节甲度假节。吼，咱前礼拜有讲到即个度假节的代志，嘛讲到搬过节的代志吼。即两个诚做以色列人一直到现代上重要的即个节期吼，甲敬拜上帝的日子吼，这非常非常重要吼。也会当讲
现在咱知影的所谓的以色列人，基本上就是派着出埃及的即种主流意识，吼，在开始咧组织个啦，吼，所以基本上就是伊若讲，像咱前礼拜有讲着外邦人要加入即个犹太人的行列内底，因着爱接受，就是摩西制定的一寡规例，吼，所以这是一个出埃及经验做主流的一个以色列国家的国家主义，吼，这咱大家爱知影即个物件啦，吼。其他的咱咧讲着迦南人也好啦，吼，啊讲着其他的所在的，咱讲所谓的外邦，其实有足侪人拢是犹太的后裔，阿伯拉罕的后裔，吼，啊甚至讲搁较早因的甲因祖先有关系啊，比如讲以东人，吼，以东人就是以色遮吼，啊因拢是即种。伫迄个世系内底啦，吼，啊，安怎来去思考讲因咧讲的迄种外邦甲犹太人的认同，拢甲迄个出埃及的经验主流意识有关系啦，吼。吼，这题外话，小可甲恁讲者安尼吼。所以咱看到法老王伊一届安尼来违反着上帝的意思。虽然上帝一届搁一届要互伊有机会，但是伊安尼了后，伊就无法度去接受着上帝的保守吼。所以到落尾着10个灾难中间，伊就安尼来去受着即个伤害吼，规个埃及拢受着伤害啦吼。好，咱开始来看啦吼，拢总有分做几个段落啦吼。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奉献头上生，吼，这是台语圣经的写法啦吼，头上生吼，这是伫出埃及记13章第1节到第2节的记载。第二段佫重新来讲着拄假这个代志，这是13章的第3节到第10节，吼啊。第三段佫一概强调头上生的献互上主的即个条例，吼，这是对11节到16节，然后上落尾佫讲到分条甲火条上帝的保守甲带领的代志啦，吼。好，咱来看到伫即个摩西主义的下面，因对伫即个咱讲大囝。头上生，无论是人、动物，吼，因的规定拢真清楚啦，吼。所以咱看经文，伊讲上主对摩西讲，以色列人就将头上生的人甲精生，拢分别做成归互我，因为因是我的，吼。啊，咱注意看即个因是我的，即个话，也尾啊，就成做以色列人。对伫迄个奉献的想法甲态度，甚至先知安尼咧讲吼啊，我后壁会引用着马拉基书的经文，甲咱三来讲啦吼。当然共款，这是对上帝的命令啦吼。上帝命令以色列人爱遵守即种这叫做奉献啦吼，奉献的这个概念，这是上帝的要求吼。那为什么伫即个所在爱要求，而且伫11节到16节才开始解说吼？第1节、第2节先讲着即个界面，然后11节到16节咱拄则讲着佫一个第四，就是咧解说为什么爱献头上生的代志啦吼。所以这是上帝命令摩西所讲的话吼。头上生对原文的意思就是讲。伫所有的囝内底，第一个拍开老母子宫迄个吼，因的话是用个咧形容事实的情景来啦吼，所以即个意思就是讲，第一个拍开，安尼伊就是第一个生出来吼。像讲阮兜的双生仔啦吼，阮兜双生仔，迄阵伫无顺的腹肚底，两个做伙，结果两个吼。因的胎盘拢甲迄
迄个咱咧讲迄个产道炸掉的，啊尾仔着爱手术嘛吼。啊，医生安怎决定倒一个生出来？吼，就是伊讲女娲产道即个，伊着先甲伊接生出来，所以第二个就是离即个较远啦吼。啊，一般来讲吼，伫上生仔来讲，大汉的吼生出来拢较细粒啦，就是伊较细汉，因为伊会当活。啊，较大汉的因为小下克挡袂牢吼，啊无法度活吼。这题这我题外话甲咱讲啦吼，所以咱咧讲倒一个是大囝，还是讲哥哥，还是姐姐，就是倒一个生出来吼。对希伯来文的了解嘛是安尼啦吼。第一个拍开子宫的，即个就是大囝吼。啊，这是因用希伯来文咧讲的代志。伊讲，着爱性别啦，吼，爱归乎上帝，爱奉献互上帝。吼，性别的观念开始对即个所在开始得出现啦，吼，就是讲爱甲即个大囝归乎上帝，伊甲其他的无共款，所以爱开始有即个甲伊分出来迄个意思吼。啊，其实原始咧讲到即个献祭的代志咱咧讲祭司来好来讲吼，基本上本地伫犹太主义的下面是大囝爱做祭司的职务啦吼。到落尾才改变吼，我后壁会佫继续来讲啦吼。分别做成第一届的翻译吼，是伫叫咱讲今仔日的经文是第一届翻译做分别做成吼，但是共即个希伯来文的字，其实伫创世纪第2章第3日第3节就已经讲着啊，就是上帝创造了后，迄个安息日第7日安息日定做圣日，迄个分别做成的观念，就伫迄个所在来制定吼。啊，这是咱知影创世纪就是摩西写的吼，所以伫摩西主义的下面，迄个分别做成的已经真清楚，伫犹太人的宗教啦、生活中间，已经真严格咧接受啊吼。这是创世纪第2章第3节，咱看到原文是希伯来文这个字啦吼。所以因为是上帝的，所以就爱甲分别出来吼。这是伫圣经内底所写的啦吼。拢是上帝所拯救的，拢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讲拢是上帝所赏赐的。像咱咧讲，亚伯拉罕因100岁才生囝，迄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上帝要求伊爱奉献伊的囝，互伊。这个概念是伫迄个所在嘛真清楚吼。所以了后，咱就知影讲，这个大囝是要来做献祭。这嘛是对亚伯拉罕献迄个大囝的这个概念伫迄个所在吼。但是照圣经的讲法啦吼，以色列人的大囝也是讲以色列人得罪上帝，所以了后才改做利未人来做祭司的家族啦吼。我用伫这个马拉基书第4章第8节到12节咧讲到，拢是我的这个概念。这就是奉献的精神，甲迄个思考吼。马拉基先知伊甲以色列人讲，人敢会当来夺出上帝的物，因竟然夺出我的物。迄个意思是讲，因伫应该爱献的物件内底，因无献吼。所以讲，伫啥物代志来夺出你的供给的物吼？伊讲，就是恁就应该爱纳的1/10，应该爱献互我的物件。恁通国的人拢安尼来夺出我的物件吼，这是伫先知讲啊真清楚的啦吼。啊了后壁的经文，我想咱就真熟啊，就是讲咱要安怎来奉献，要安怎来得到上帝的祝福安尼吼。好，这是伫马拉基的概念中间啦吼。第3节到第10节咧讲到度假节，佮重新讲到上帝命令。关于这个度假节的改变吼，圣经讲，摩西对以色列人讲，恁着会记得这个日，因为上主伫即日用大宽容的手，甲恁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带出来，有价的饼拢毋通食吼。咱前礼拜有用较侪时间咧讲着度假节的概念，
其实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因有一段时间真有可能就是即个假母拢会用掉，因为因的假母无肯过年啦，无肯过年，伊讲肯过年会发毒假，即个发毒假即个概念，甲耶稣基督伫新约咧讲的，讲恁毋通学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假，迄个意思是共款是这的概念好，所以就爱纪念即个日子啦纪念是讲回想纪念，也是讲搁一届来讲。所以伫前边咱的经文内底有看到讲，因着爱甲因的囝儿来讲，因所经历着的10个灾难、出埃及的代志。今仔日的经文嘛会去讲到即个部分拢纪念也是讲去讲着脱离做奴隶的即个所在，上帝用大宽能的权柄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就是做奴隶的地啦所以因就开始讲，所有的有价的物件拢爱除掉，因的厨房内底拢爱除掉拢爱除掉。当然，咱已经有讲过，毋是讲因本地就无食。即个发酵的物件是因本来有食，所以才需要来度假。伫即礼拜7日的中间，厝里所有的发酵酵母拢爱清去啦来守即个度假节这是因的即个度假节的规定所以度假节为什么爱守7天这是有一寡讲法想法啦咱知影74亿本甲所有的圣经，无论是希伯来文，也是迄个新约的部分，伊拢甲翻译做即个希腊文的圣经，伊内底写是写6天啦但是呢，有犹太的列比伊咧讲着讲出埃及过红海就出来及到过红海，拢总7天的时间啦所以就安尼因来守度假节7天这是一种讲法，我想基本上我提供互咱做参考，但是迄甲救恩无有关系啦就是讲互咱大概了解为什么要7天啦为什么要7天？但是有迄个查经的网站伊安尼讲啦讲面粉到会当完全发酵爱7天的时间啦但是咱会记犹太人、以色列人因即摆咧做无酵饼是12点钟啊18点钟以内拢爱做甲完了，因为伊讲迄个时阵就已经发酵所以开始发酵到完全发酵会当碰起来，因讲爱7天啦爱7天的时间，所以对以色列人出埃及，咱看12章上落尾遮，因出埃及的时候，因未复炸面粉丸，然后因就出埃及，所以因无有酵母，就开始重新做酵母，爱有7天的时间。这是这个查经的网站所提供互咱的资料啦我有去看到一个树林教会的杨长老伊的文章，讲7天的代志你讲是讲因当初是未复发酵啦所以并甲这毋是无关系是因为以色列人未将迄个教留到过年啦因惊会中毒啦所以每一年拢会重新发酵拢总爱7天这甲头前的讲法是共款的啦所以伫度假节的即个礼拜，因着爱守即个无教的物件即个所以伊的讲法是讲以色列人其实足早就有即种无教的即个日子伫个啦但是即个资料我会提出一个疑问啦就是用咱的逻辑的思考去讲照规定，第1天到第7天，因爱有圣会，即中间拢袂当有发酵的物件。那因为安尼是未复发酵，所以爱有7天。对12点钟开始到7天的中间，这有教无？这有教这无符合迄个守这个节期的要求守这个节期的要求是
7天拢袂当有假吼。这我想提供互咱了解知影，咱大概基本上对咱所领受的来去了解接受就好啊啦吼。好，第4节讲到亚比月，即个日离开埃及，咱前面有讲到亚比月就是因的迄个新年的时阵吼，就是因伫咧守搬过节的时间，搬过节是拄好因的第14天吼，咱会记伫迄第一个月的第14天，上帝胎大囝，然后因来度过即个困难吼。好，亚比月的意思是讲拄咧熟的未遂啦吼，所以真有可能亚比月就是因大未遂咧形成的月份吼。咱对原文的意思来了解吼。再来讲，将来上主会带恁入去其迦南人、赫人、阿摩利人、希未人、亚布斯人徛起的所在，这个地是对恁的祖先所立誓要赏赐互恁这个流年甲蜜的地吼。我倒转来上开始，上帝咧讲到应允的地的这个经文吼。进入应允的地，伊讲到正的人所咧住，所以原本地以色列人毋是正的原住民呐，吼，毋是吼，是落尾上帝才带因入去吼。这嘛是到当现在中东一直有战乱的原因之一啦吼。原始住伫迄内底的人甲因一直有冲突吼，甲因一直有冲突。好，这个应允之地是以色列人领受着上帝甲因的立约。咱知影伫摩西第一届到迦南地的时阵，上帝甲伊讲的应允啦吼。必然经过迄个所在事件的所在，摩利橡树吼橡树的所在，迄个时阵迦南人住伫迄个地吼。耶和华必然讲，甲伊显现讲，我要将即个所在赏赐互你的后裔。必然着伫迄个所在来伊显现的耶和华来做一座坛吼。对迄所在，伊搁迁徙伫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吼，来去即个长平，西边是即个伯特利，东边是爱吼。伊伫迄个所在。伊搁为着耶和华来做一道坛，来求叫耶和华的名吼。好，大概互咱小看者吼，伯特利伫即个所在，我互咱大概看即个图啦吼。即个下骹这是西奈半岛啦吼，伫遮就是因来的所在吼，来的所在。好，伫遮伯特利吼，我甲用较大的吼，即个所在吼，就是即个所在。上帝应允亚伯拉罕，伊对东边才来，来到遮，上帝就甲讲，即个所在要赏赐互你哦，但是无拍算伊安那，拄着饥荒，伊就搁继续行到伫埃及吼。所以咱会当知影吼，先有一个概念啦吼，伫即个东边，就是咱咧讲的两河流域。到伫西南边即个埃及，基本上因咧相通的真主要的道路就是即条。咱连面会过来讲到即个部分啦吼，讲上帝是安怎无带因经过遮的一个原因啦吼。遮甲遮其实敢毋着咧相前啦，拢经过遮，所以这是吼自古早就已经是一个是非之地啦。军事必争的所在吼，这先互咱知啦吼。好，搁另外呢，咱看到即个亚伯拉罕甲伊的孙罗德两个即个新罗伫遐冤家，因为因的羊分袂清楚，了后伊就讲要分所在嘛吼，所以伊就先互伊的孙咱讲侄来选，罗德要安怎选？伊就选讲吼，伊要爱较肥较好的所在，这上帝就甲伊讲吼，你来遮观看，你所看到一切，我拢要赏赐互你，
吼，看起来介像土沙粉啊介济安尼吼，啊伊诶孙仔已经成经较好诶，啊较好诶就是咱咧讲诶五毛啦，即个所在好，是伫遮吼，因对遮景，路着经即边遮，即个阿伯拉罕着剩遮大概咱大概知影即个部分啦对伯特利即边来讲好。所以咱来看，即个开始咧讲到度假节的规定的时阵是已经正佫开始来去讲，然后开始来解说啦伊讲，迄日恁着逐年伫即个月来遵守下面的规定，就是意思讲，到上帝带领因入去伫即个迦南地应允之地了后，即个守无假节。度假节无甲饼，即个爱开始真严厉来执行啦所以我拄则咧讲，这叫做出埃及的主流民族的意志，是即个所在咧形成真清楚所以着食无甲饼7日，第7日是敬拜上帝的节日，伫7日的中间着食无甲饼。伫恁的境内袂用得有价物甲有价的饼，拄则我咧讲的就是第7节后壁所咧讲的物件。所以我认为头前一寡咧讲的迄种法教的背景，甲即个度假节的规定，我感觉有小可差别啦所以，互咱大概知影，咱来用字面来了解的时阵，袂用得有价的饼，拢完全袂使。袂当有假物，所以度假节就是第七日内底，拢完全袂当有好，所以因着爱食无假饼7天，这是敬拜上帝的日子伫7天内底呢，完全袂当有假物所以这咱前礼拜有讲，今仔日来讲，我着无搁解说较济伫这所在，大概互咱知影迄个概念伫遮啦第8节到第10节，伊讲伫7日，恁着教示恁的囝，拄则咧讲迄个会记得即个日子是怀念，是来诉说去甲囝讲，甲即个历史来传落去。咱前礼拜12章时嘛讲着来纪念上主伫出埃及的时，为着我所做的事伫遮虽然是讲我啦这是摩西咧甲以色列人讲的伊的我是其实伊代表是所有以色列人因为伊咧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吉。恁着伫恁的头遐做记号，着爱定定暗念上主的律法，因为上主有大权能的手来带恁出埃及，所以逐年即日若到，着守即个规例这足清楚伫这所在第9节是较特别的啦伫下头做记号伫下头做记号这是因定定爱去思想、爱念的以色列人，你若看因上标准传统要去会堂做礼拜，因即个所在有一个鸭有一个鸭绑伫诶头壳顶这是照即个经文所教导的啦伊讲爱教导下一代信仰的传承，纪念上帝的恩典用即个来甲咱现代教会提醒，就是讲，咱真正爱去带领咱的世代、咱的后一代、咱的细囝，继续来追求伫即个信仰内底。现代世代真困难啦因为有足侪引诱，手机也好啦，社会的即个压力也好啦，等等的也是讲因有足侪比如讲，我定定听一寡少年基督徒拢讲安那。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休假礼拜六、礼拜天拢要带囡仔出去佚佗啦佚佗较重要对散步是会使啦逐礼拜拢佚佗无伫教会的生活安尼慢慢这拢无去啦所以着爱纪念，我拄则咧已经甲咱讲了，爱纪念，爱去做礼仪，爱去后一代来讲拄则有讲上帝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所以即个我是一个连带关系指所有的以色列人好，
手甲头壳做记号啦吼，这是后来称做以色列人真标准的宗教行为啦吼。这个叫做 Tefillin 吼，诶物件就是爱绑伫迄个手诶啦吼，绑伫头壳安尼吼。有可能用石头做诶，有可能用柴仔做诶，嘛有用灰嘛有皮吼。无论用啥物做，伊就是绑伫咧头壳顶，绑伫咧手骨顶悬吼，绑伫遮吼，说7、8日安尼吼。来互因记忆内底诶迄个，好咱亲像有小可亲像迄种约柜放伫身躯顶迄种诶感觉，有上帝诶话吼，伫因诶内底吼，Torah 吼，因诶即个界面吼，伫遐吼，所以意思就是讲，因爱常常纪念上帝诶律法啦，无论入无论出。无论去倒位，拢爱记牢的吼。这是伫摩西规定以色列人诶律法的中间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啦吼。原因是因为上帝捌用大权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吼，所以咱讲10个灾难中间，上帝来保守以色列人的作为，以色列人选择倚靠上帝来跟对上帝离开吼，所以。因为安尼做，爱每一年来守即个节期，咱拄则讲上重要2个节期，一个是搬过节，一个是度假节啦吼。伫今仔日个经文特别强调着即个度假节的代志啦吼。讲上主带恁入，伊对恁甲恁的祖先所立，要赏赐互恁的迦南地，迄时恁着将囝甲所有的头前生仔公的即个精神来献互上帝，因为这吼拢是属上帝的啦吼。头前生仔的牛着献即个羊来赎回吼。若无要赎回，就讲断梨仔的颔棍，毋过恁的大囝拢着赎回吼。咱注意甲看吼，即个界面中间有一个。迄个叫做退赎啦吼，中文叫做代赎吼，代赎就是有一只羊会当甲伊赎回，若无赎回，即个牛就爱安怎来死吼。若有赎回，用羊赎回，即个牛就毋免死吼。咧讲着即个替赎。代赎咧讲到迄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概念吼，伫即个所在吼。14节讲，恁以后恁的囝若问恁讲是安怎着爱安尼做恁着甲因讲，上主用大权能的手带阮对迄个埃及做奴才嫁出来。迄个时阵，埃及固执毋放阮离开，上帝就将埃及所有的大囝甲精生的头前生仔拢杀死，所以着阮将头前生仔公的精生献互上主，将大囝来赎回。你着伫你的手甲头遐做记号，纪念上主大权能的手来带因出埃及吼。这是咱咧讲的讲代赎吼，代赎就是用羊羔的血像因抹伫咧门外，就是安尼所以因的大囝就无受到伤害吼。用安尼概念咧讲着，因着爱用这来做献祭，这是一个搬过节的恩典救恩的记号啦吼。所以要用羊羔来代替吼，来用羊羔来代替这伫遮咱就看到讲，伊摩西搁一摆来强调迄个搬过节的礼仪的重要性，嘛咧强调着上帝迄个救恩，透过羊羔的血来互以色列人的头前生仔大囝来得到救赎吼。伫民数记18章15、19、16节咧讲着因迄个奴才赎回的计数啦吼，是无介济钱吼，讲有色可勒吼，无介济钱伫即个所在有咧讲着即个概念啦吼。所以甲头前咧讲迄段，就是讲爱教导你的儿女，则咧讲若囡仔
若咧问，你着爱甲因讲，迄个意思其实是共款啦吼。讲要安怎将上帝的恩典继续来甲因的后代来说明来讲吼。敢若好若亲像咱定定咧讲，即摆有当时咧讲着28事件，也是讲着白色恐怖，你怎新的一代有足侪人拢毋知影无感觉吼，是毋是你去讲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偌困难偌安怎？新的一代伊嘛无感觉，因为无人一直咧甲因提醒，无人一直咧讲遮个代志吼。但是以色列人一直咧将遮个代志重复咧传述互因的囡仔知影，所以你也看到每一届若中东的情势咧紧张的时阵，都有一阵人离开中东，遐个人拢回教的；有一阵人就对外口飞倒转来，通常拢是犹太人。咱就知影讲，因对迄个认同、对国家、对民族迄个是感情是足无共款的吼，就是透过安尼啦吼。伫经文的中间有讲到固执的埃及人、埃及王甲埃及人，因无愿意来转向来上帝，包括摩西所咧讲的上帝，因就将因所知埃及的偶像来挑战，但是咱知影都无有能力，无有权柄，但是伊就固执啊，改袂过来啊吼，继续用这个来挑战上帝的权柄吼，所以用安尼，因就爱去做记号啦吼，所以。咱头前有讲着吼，迄个记号就是爱纪念上帝的话的律法伊所做的代志吼，纪念出埃及的恩典吼，出埃及的恩典，出埃及的恩典毋是干那太大件尔，迄是上大件的代志。其实所有的灾难伫迄个中间，上帝会保守吼。我足爱讲，咱咧讲10个灾难的中间，咱另外一个思考叫10个保守啦。是讲上帝透过这个灾难，互以色列人甲埃及人去选，你要选什么神明来瓦靠吼？这是无共款的差别啦吼。好，伫后壁这段咧讲到上帝带领甲保守，分条甲火条啦吼，分条甲火条。经文咧讲埃及王放以色列人离开的时阵，上帝无。带因行迄条经过非利士较近的路，因为上帝讲，行了正的人民拄着战争，就后悔，搁倒转去埃及。好，为什么无要经过非利士？这是这段经文上帝无带因去的一个原因伫遐讲吼，就是咱咧思考讲。为什么一定要行这条路啦？吼，咱知影这条路当然第一个较近嘛，吼。照圣经考古的资料讲，就是讲，这伫埃及王因进前就已经做好的一条路吼。其实我这拢无改着吼，我互咱的资料已经改着吼。这上帝带因去的这条路是真早。埃及王就已经修整好一条路，我拄则讲着讲，迄个是要通过去两河流域，两个国家、两个大国要战争必经的一条路啦。所以较瓦近埃及的这边吼，埃及王已经拢修好啊。这嘛是为什么？当这时约瑟邀请因老爸规家族搬去伫埃及的时阵。埃及的法老王要甲因放伫高山地的原因，因为迄拄啊是迄个咱咧讲的入境的第一线啦吼，所以互因去遐做炮灰啦吼，互因去做炮灰安尼吼。好，所以伫两河流域，咱咧讲的这个巴比伦也好，亚述帝国也好，因若要过来的时阵，就拢爱经过巴勒斯坦的领土，就是这段。拄则咱咧讲。迄个吼，连咪个咱看地图啦吼，这是上直接的道路，约略差不多2礼拜就会当到迦南地啦吼。咱知影因60万人，若总200-300人咧行吼，互你较慢的，搁加2-3倍好嘛1-2个月就到吼，嘛1-2个月就到
但是上帝无带因对即条啦吼，所以咱就要开始来想安尼吼，迄种圣经马太福音24章甲咱讲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战争，就是咧讲着遮个迄个强国中间的战争啦吼。咱知影伫犹太地的东边，即边是亚述帝国巴比伦，犹太地的南边则是埃及。到耶稣时代是罗马对即边，对即边才来吼，所以你会看讲，这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啦，兵家必争之地吼，你要去统治欧洲、亚洲、非洲，非洲伫遮，拢着爱经过这个所在，无你着爱行船啊，安尼，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吼。启示录16章第12节到16节讲第6日吼，这个将迄个碗吼，第6个天使吼，将这个碗倒伫幼发内底号吼，就是咱咧讲亚述帝国啦、巴比伦遮吼，好就大吼，日头对迄个所在正望出来，要准备倒落，要看到三个垃圾的鬼，亲像水鸡亮喙吼，袖口对。即个甲先对吼，喙安尼来出来吼，因本底是魔鬼的灵吼。上落尾咱看到即个伫16节的所在，迄三个魔鬼就叫所有的王聚集伫一个所在，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吼。这是启示录甲咱讲的吼，所有的王拢聚集伫遮要创啥？相战。好来。哈米吉多顿伫倒位呢？就是这个所在，就是这个所在啦。就是犹太地要到地中海这段，这段就是啥？这段就是拄则咧讲上帝是安怎无要带因对遮起来。这既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吼，这是最近的战争的地图吼，我对漳州的网站刻落来吼。你也看战争拢差不多伫遮，有无？这是。西海，这加利利海、约旦河伫遮，拢差不多伫遮。自古早到现在，遮都拢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好，当因对埃及出来时阵，要经过遮，非利士人住伫遮，咱倒转来看吼，非利士人住伫遮。这条路的边啊，所有的国家军队，也是讲民族。因一定会有有军事的准备啦，所以要过吼无遐简单啦。虽然路头短啊，真有可能真紧的时间就到，但是因有可能会拄着战争。圣经甲咱讲，上帝惊因惊因吼拄着个这个非利士人吼，这个战争因着回头后悔就回头。咱较想看觅敢有影吼？咱因过红海了后，第一件因埋怨的代志叫啥？水的问题，对无？了后无物件通好食，无肉通好食，因安尼就会害惨啊！何况若拄着战争，而且前礼拜牧师咧甲咱分享讲，虽然圣经咧讲因好像亲像一个军队出埃及，但是基本上因阁毋是一个军队的结果。因阁是乌合之众啦吼，就是讲一个民族、一个家族，安尼一直对，因阁无在条战争啦，阁无在战争，所以伫即个所在，上帝无互因去，为什么无去？就是因为遐个人拢一定有准备军事准备，因若安尼去的时阵拄着这，因就会软弱，会惊吓。咱知影非利士人是足官腔大汉啦吼，歌利亚2-3公尺悬的人吼，即马可能要找嘛无遐简单找吼，遐尼悬的人，遐尼勇的人，这是军事重地啦吼。咱拄则讲哈米奇多顿的战场，就伫迄个所在。对古早甲现在，这拢是兵家必争的所在吼，必争的所在。非利士人若照历史学家咧讲，因本来是伫海岛的民族，伫倒位？伫迄个希腊的下骹遐，
伊有一个海岛伫遐了后，才慢慢迁徙到差不多西元前12世纪，才迁徙到巴勒斯坦的即个海边踮落来。因就踮伫遐，诚做伫迄个所在真强的一个民族甲国家，咱知影看到一直出埃及讲到因，一直到即个所罗王的时代、大笔的时代，搁咧甲因战争，甲因战争，你知影讲因真强啦，因真强，几千年来拢伫迄个所在，所以上帝知影因的软弱，就后悔走回头路。回去叫做回头路啦，这对信用来讲，这是毋好诶代志，好。13章的18节咧讲到，要穿过去红海，要行旷野一条路啦，伊讲以色列人拢武装对埃及出去，这个武装当然因有摕一寡器具无毋对，但是因是毋是会通亲像非利士人安尼？其实咱若去看到大笔的时代，咱就知影基本上以色列人迄个时阵阁袂晓做铁的物件，没有炼金术啦，袂晓用铁。伊到大笔的时代才去非利士人遐去学，所以我一直咧强调讲，咱莫甲伊当做军队啦，虽然伊有武装，但是因的迄个武器是足基本的啦，咱若去看到讲，迄个法老王咧追入以色列人迄种精锐部队600台战车，这以色列人拢对袂着的咱这伫后一章的时才搁来讲啦好，红海呢？红海因安怎过红海有一寡争议啦就是讲。有人咧讲着大自然的关系啦，因为遐就是迄个正寒，毋是正寒芒，讲遐个地拢有寒芒啦所以基本上毋是介深的所在啦因会当安尼过是拄好水摕去啦我想讲对啦，甲拄好，拄好会当互2-3万人200-300万人过去安尼迄个时间嘛爱真长的对当然，因对伫考古学咧讲到，以色列人出过红海，到底对倒一个所在过去，无法度有一个定论啦无法度一个定论等咧讲到过红海的记载的时阵，我会找迄个有人找出来的图相片，就是讲伫迄个红海内底有找到。当这时埃及的战车的图片出来我才互咱参考啦因为即马有足侪图片，咱毋知影无法度相信讲到底拢是真诶还是假啦不过我要讲是讲，我伫高中的时代咧读《读者文摘》，就已经读过即个记载，然后已经有看过迄个相片啦当然迄是考古学因所留落来我试到才互咱看较互咱看。好，伫即个所在咧讲到海草伊就讲迄个海草的物件但是海草伫即个伊讲海草海啦红海，即个字是海草海海草呢，共即字伫即个用纳书内底是讲海带。海草甲海带两个深度会无共款一般海带会较深海较深海海草就无一定啦是讲咱咧讲迄个生寒芒的即个海岸即个深度的了解就无共款啦所以这互咱知影啦，就是讲。对圣经的字来了解，咱嘛无法度真清楚知影讲，因过红海地点到底伫倒位，迄个海到底是偌深但是咱知影就是讲，若照圣经的记载，当以色列人过红海了后，所有的埃及的军队拢淹死，所以咱知影讲，毋是介浅的海啦毋是介浅的海好，尾入去旷野
我感觉这是足趣味诶代志啦吼。上帝是安怎要互伊遐尼紧去到迦南地？当然有几个原因啦。圣经甲咱讲真清楚，就是讲行了拄着战争，因就后悔翻头啊。搁有就是讲，照摩西去甲法老王所讲诶，互我诶人民离开三工去敬拜我，我献祭。敬拜上帝，上帝献祭，对摩西头壳底迄个所在伫倒位？是伊领受上帝呼召所在。一般咱的了解是西奈半岛上下骹迄个西奈山。吼，好若亲像一开始咧讲，就是已经要往即个方向去啊。吼，这互咱一寡思考的方向啦吼。咱用较宽的角度去看吼。当然，上帝安尼定义，就是知影讲以色列人有可能软弱啊，等等，这拢是原因之一啦吼。过来就是讲，因若真正安尼一两礼拜啊，是一两个月，就去到伫应允之地迦南地，咱用台湾话讲这伤过好食困啊。像因还未学习着敬拜上帝，咱看讲，因伫迄个40冬的中间，佫无法度学习好好专心来感谢上帝、敬拜上帝。跳一个所在讲就是讲，当约书亚要带因入去的时阵，佫甲因讲一句话，咱足知影迄句经文讲啥？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甲阮的家一定会侍奉耶和华。意思就是讲，以色列人到伫要进入迦南地进前，佫有人咧拜偶像，40冬哦。若互因用一两礼拜、一两个月，伊就想迄拢阮的功劳，阮足厉害，阮赢过遮济战争一世来到遐，敢有可能？足有可能啊！伫40冬的中间，摩西交代因的10条诫命，交代因的这诫命，伊若佫学袂晓咧吼。所以去设旷野的目的是啥物货？有足济咱通思考的物件啦吼。19节讲到摩西带约瑟的骨骸离开，因为约瑟叫以色列人就抓吼，就抓拢爱就动势安尼吼。对因讲，上帝一定照顾恁，恁着带我的骨骸做伙倒去啦吼。创世纪50章24节到26节约瑟的要求吼。约瑟对伊的兄弟讲：我要死，上帝一定看顾恁，带恁去应允之地啦吼。伊所就抓要应允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所在。约瑟叫以色列子孙着爱就抓。上帝一定看顾恁吼，爱将我的骨骸对遮摕转去吼。伊要咱咧讲落叶的归根啊，是讲要死伫个故乡，待伫个故乡安尼啦吼。这是照着约瑟的交代，所以摩西做到，将伊的骨骸来炸转去吼。约书亚记24章32节讲着，以色列人对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骨骸埋葬伫示剑，咱拄则有看到迄个地图，就是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所在吼。因伫迄个所在就甲伊待伫遐啦吼。好，对这个诗歌来出发吼，伫旷野的边界吼，遮来扎营吼。所以咱知影伊对兰塞啦，对诗歌啦吼，拢共款吼。因就是伫遐咧离开遐来代表因已经出埃及啦吼。第21节到22节，上主伫因的头前，日是用云条甲因带路，暝是用火条甲因照光，互因日时暝时拢会当行路，日时的云条、暝时的火条，拢无离开以色列人。这内底咱会当来思考讲，沙漠旷野真热，云会当遮早，互因袂晒安尼热吼。当然云彩嘛代表上帝的存在吼。咱若看到伫19章，因伫西奈山遐会看到吼。咱若去看到历代志下5章11节到14节，当因伫迄个献堂的时间，因同心合乐，
上帝接纳欢喜，然后就云彩充满伫圣殿，代表上帝亲自的临在。火条嘛代表上帝宽宏甲快乐，所以拢代表上帝伫迄个所在啦吼。这是对伫一寡圣学家咧讲的物件吼。沙漠地区温差足大啦吼。6月份牧师等于伫迄个加州，就是安尼吼。日时有当时啊去到二十几度、30几度安尼吼。暗时佫会落落来17度、18度以下吼。所以温差嘛真大吼。所以伫遐旷野沙漠的人咧穿啥拢内底穿底，外口就一领塌起来安尼吼。安尼讲洋葱式的穿法啦吼。上帝用风条、火条来保守因，日时风条无互因受到日的晒，暗时用火条。除了照光以外，佫会当互因安尼讲的暖炉吼。来会当讲上帝是真慈悲怜悯、无微不至的上帝安尼啦吼。当然，圣经咧讲到上帝借着云彩，借着这个烟雾，还是火，还是雷公死呐，拢是咧表现上帝伊的神性、伊的快乐，甲伊的同在啦吼。所以无离开以色列人，是咧讲到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毋是伫耶稣出世时才以马内利，是自开始就已经安尼啊。无论伊伫倒位，上帝拢保守吼。好，以上今仔讲到遮。好，有要问的无？无吗？拢无问题。我特别爱多谢文牧长老啊，拢咧替我校正吼。我甲伊写足紧安尼吼。有当时家己检查拢检查袂出来吼，都认为自己写的是对的吼。多谢文牧长老定定爱替我改吼。咱若有看到什么款的错字啊，啥物会当甲我讲吼，我会当去修正了，甲互咱新的这个工艺安尼吼。好，无吼，无咱请亚文带咱祈祷好无？好，那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能够聚集在这边。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蒙神的喜悦，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都要分别为圣。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洁净我们的自己的心思意念，主要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渴慕来亲近神。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灵命成长的机会。我们现在要散会，求神保守，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